如果伤害，唔应该了解，唔免所有誓言都会改变，唔讲唔痛爱，已经唔从头摆。默默爱会唔会改变？改变，用心一起，心中的声音，聆听了解，会了解，唔免所有的梦都会唔见。痛爱已经行经夜。边个？用你，用吧，用来咯，用来。无上紧啦，唔用啥东西念念啊，哦好，休息下啦。有点菜嘛？有点菜嘛？哎，阿你高，阿峰，这么热汗，你热操啊？你热操啊？阿你高，阿峰，恭喜！阿娘，你吃还蛮利索嘞。安尼哦，俺就要喊你三娘姑。阿爸跟阿妹一听真欢喜哦。俺爸哦，没真欢喜呢。其实哦，其实公主哦，伊唔怕你俺嫁出去哦。你点哦，也今日哦，俺做个菜哦，其实强强哦。正经系唔攀的。今仔无错啊。哦，佢行都计加班。加班？唔会吧？前一步嘅飞叶松出了一批货，呀哈，应该唔是加班种错啊。可能嗰啲无限啊。你系看好嘛？哦，看好了啦，再过2年。今日知道，一定会真欢喜。我一定会喜事喜酒哦。好好啊，对啊，亚洲土吼，要大量出货啦，啊，用干姜啦，用木的啦，啊，眼皮啦，已经没有手工师傅的时代。係啊，哦，大家看哦，无穷用呢，啊，係啊，伊啊，實在行好福氣哦，來啦，對。马爱福气还没叫我做工，我啊，又沒起過死了，呀個啊，人才服種啊，唔地風啦，那樣啦，人家條這邊做了3年5年呢，還沒窮用，挨度搬貨度賺呐，
呢，长了半年呢，都挨得要跳的呢啊！你有才挑哦，是搞出去做头家。跟哪落来钱哦？我你天天跌下来没？爱去摇啦，卖机器买燃料啦，做出来的东西啊，还能有人买当做的呢啊！cái chỉ mục à, Ừ. cái tổng số nghiệp bên trong ít thời gian, nó 有种送本给的，记得啊，那个这个并怕把亏有冲呢。哎呀，有安尼事情，那叫我唔知啦。跟记公差的事情讲怎么来？韩讲吼，迄窑主啊，有台风的窑主啊，日本时代吼，恐责师傅的呢。韩讲吼，出几只时间咩都无爽快啊，变面的啦。台风。唔对哦，韩讲也当年的日本天坛啊，佢头摆落东家呢。窑主啊，几创始的你嘛？哎呀，乜嘅？双油啦，入窑啦，哦。全部本来就去身边的呢。还没这个小我留一数。最好吼，一下就有一条钱了。我讲吃油吃菜，总系自家想要做的事情。跟你说。唉，鸦片哦，做生意啦，没前途啦！来，来，饮酒。小酒。好爽快啊！用啥道酒呢？谁你的？是你水摕的。水嘛啊，叫帮忙水水嘛，起起放起来，嘿，好呀，怎来呢？起起放起来。是水啦。有病的好色的，万一呢？你搞到有风的啦。伊见细心的，晓无？伊感恩的，晓无？你看我买去的。我啷讲哦？伊迄早个人下面食人养来养去哦，看下我整伊无？你有病吗？你有病吗？放慢酒店啊！以前我讲，迄医院上会离开自家，也喊你上会讲问题的神马，故所以向你强卡做工，系吗？刘尴尬。你还没吃到几遍啊？啊？你看哪里系吗？你慢用做你头啊！做你头啊！做你囡仔爸妹啊！刘尴尬。做你叫啊！刘尴尬。做讲交嘛，刘叫衣裤。我爱讲臭的，系无？爱出题，你笑嘛？讲我臭啊！讲我臭啊！見行見人。
烧煮好，好烘咧。好去做事咧。我唔想去啦。无，来老太哥讲伊唔好，做得无？安样好无？会影着，会影着，伊。我还在意会。还去做啥？惊啊！这边死了嘛？是的呀，以后生的，顺顺结婚的。也以为我爱向你去许久了，我们老下去啊。马上你下去啊！走了，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情哦。嘛事情？今年有一批日本嘅电坛，我把调一摆交俾我泰国负责。就像是我会上班啊，那么吹嘅时间，向你让我泰国多多听说一下，好冇？也算我半年天天，我让我听顺咯。再个讲，从日本这边的货，伊向人爸自家做啊，我还上过年。你又唔係愛人，阿爸也講嘅啊，我一般參加啦。唔做些就叫夾，我睇過佢一下冇行過，唔敢冇晒，好冇？好啦，好啦，那尽量，好。班那年了，没办法好做事，真紧啊！没有。小娘哥呀，给下，给来太主要啊！来嘞，啊，我包呀。安尼做得嘛？俺用做得啦，来。闺女啊，今日来药厂，睇需要一段时间呢，那可以做到熬慢了哟。孙公阿爸没照顾啊。阿妹啊，要把药厂的订单啊，全部啊，最近用其3年负责接的呢。我当希望阿爸啊会满意啊。请用的认真，阿爸心肝都低啦。我当然希望是安尼啊。闺女啊。阿妹有事情要问你，来，嘛事情啊？来啦。阿爸，大啦，你做你们今年吼，想好学业。哟，那件事情吼，帮我分配咋地？阿爸有意思，想要数今年吼，做关门的梯子。
真紧。做你们今日的意思可哪会？阿妹，你给我讲嘛个洗上法，还没当上堂呢。来，你给我抢。亚扎啊，这个台风的头家子啊，傻逼嘛，夹把有钱没？来，19，来。阿囡仔，又唔开放呢？我带了几只粽的转来，很小小呢，阿妹喺我带转来帮你吃，我试一下嘛。哦。原本呢哦，阿妹老爱讲一件事情，我听了真欢喜呢。你会听吗？嘛事情？阿爸爱数你做关门师诶，但系阿爸喺客厅啊，你欢喜吗？总阿拜托做的无，我因伊都安尼饲家，夜头去留家。阿囡仔，不差。爱听500咋？什么？見行見呀。吃饭做的事都爽快啊，恁讲？这件事情上难啊？那都恁讲啊？你3天上床几多钱？还不问你几多钱？师兄看啊？哎呀，真的上无嘛耐心啊，跟你讲，你听好吗？你性格独上啊个，哪会唔对？啊？姐姐，早你讲好啊！一天黑几啦？唔迄个，也 PU 要个防范吼，做人不卡人张地啊，人家人咱有可能要老骗人讲咯。今日吼，做今日皮都碰顺啦，唔迄个，金宝，唔太上正义啦，行个嫌你青苔啦。做咩没？那
咱有安度好啊，太丰药妆做的产品，然后甲冲啊，做歹记啦，洗漱啊，唔需要注意啊，他你喏。那个唔要就买啊！天然共变。我有话要问你，太丰药厂做出了天然的药厂抗氧的优势，你知无？唔遐尼聪明，伊就讲，遐尼讲出去的，俺们相信。俺一天都听你讲，你讲法啊？那个，你哪会讲好无？俺拜托你啊！你讲啊！今仔唔许你讲啊！兄啊，为了我干，用做的俺用做了。那个，
啊，娘啊，肉痛啊，我现在啊，都无卡吼，哦，天天来吼，天天来，哦，行好啊。好嘞，我乱想啦，啊，好，再见啦，啊。来，送门，怎么？嘿嘿嘿嘿，送嘛阿叔啊，吼，身体唔好，按住说，送伊的，嘿，了摆啊，吼，东公啊去托了太极，送门，来去做骑手。阿宝啊，迄就唔好再搁讲的啦。喂，迄首有较好钓的嘛？哦，你阿查要想马个牛的样的，搭摆要穿的啊，行气的是酒，做阵的，当场真好，来呀，莫去啦，怎么？做唔得啦。啊？唔是。冇呀。拿做伊，拿就做唔得，做唔得。莫你啦，真会了啦，真会了啦。哎呀，真了。好。好啦，不要再来了。这条山线喺到1908年开始运作的，伊不但只负担了运输的功能，同时还有也同城乡的情感，不说啊，同感人的亲情故事，爱情故事不断的都要在乐团上上演的。请问庄维如小姐在吗？你好，刘英辉先生。是。庄维如小姐，来，请坐。谢谢。庄小姐找我来是这样的，我们基金会想要委托你，谢谢，替我们做山线的田野调查。你们为什么会找到我？据我们所知，刘先生你是客家人，而且又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基金会想。你是做山线田野调查的最佳人选。庄小姐，虽然说我是当地人，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然后对那个地方没什么印象。没关系的，人不亲土亲嘛，那里是你的故乡，我相信你一定很快就可以跟那边的人打成一片。不好意思，关于这一点，我对我自己都没什么把握。你们凭什么相信我？因为你的专业。我们基金会不是随便找人的，我们也是经过千挑细选，真的很多人向我们推荐你。况且，你不是对田野调查的事情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吗？接受基金会的委托，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啊，这是我们基金会的资料，你先看一下，我再去拿一份简报过来。好。山
干线那边的居民已经为这件事情在立法院前面静坐2天了。你可以从这篇简报里面先开始。有冇上新闻的呢？上班就上班，他妈新闻啊！你做谁啊？希望啊，以后我们还可以常常像这样子出来哦。哎，对，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哦。怎样？你要卖关子啦？对啊，要结婚了。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学凯琳。对啊，他设计的花园餐厅啊，得到了台北市的优良建筑设计奖。真的哇！谢谢。凯琳，你真的很厉害哎！我想你是我们这一群同学里面第一个在设计这个行业里面出人头地的。啊，那当然啦，凯琳一直都这么努力，她今天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她应得的喽。没有啦，其实是我运气比较好而已，你太夸奖我了啦。可是我觉得啊，女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结婚找好老公。你知道找一个好老公差10年呢，对不对？对啊。没错，雅珍说的对。像我自从嫁给 Michael 之后啊，现在只要在家里坐着，也不用出去工作啊，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可以了。很好。可是我觉得女人还是不能只靠男人啊，他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才行。对，现在的男人啊越来越不可靠了。话是没错啦，可是有另外一半可以依赖，当然就依赖啊。雅珍，听说你最近交了男朋友？他是做什么的啊？他是外商公司的，然后他现在是亚洲区的副总裁。哇，总裁哎！还好啦，他说他在2年之后会升总裁。哇，这么幸雅珍，你就要金龟婿喽。凯琳，怎么一直看表啊？小安也知道，一定是在等英辉电话。对了，英辉今天怎么没有一起来？他说他有工作，暂时走不开。对，记得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很优秀啊，我想他现在一定很厉害吧。我记得英辉是在城商署工作的，在都发局的局长是他的同学哦。真的？所以他到底在做什么啊？现在？其实他常常忙东忙西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在干嘛他到底在做什么啊？我真的不清楚啦。对了，慧芳，我等一下真的有事情，我公司有点事要处理，那我先走喽。这么赶啊？这样再做一下。我们有空再见吧。好啦，那下次再联络哦。拜拜。拜拜。
去夜市逛一逛好不好？随便啊。还好吗？今天？啊，对了，饿不饿啊？要不要先也去吃个东西？我想先回去了。怎么了？什么事情不开心啊？你不是答应过我，你会找个固定的工作吗？你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案子？你又不说话了。你要我讲什么？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这个工作啊。可是你知道我今天同学会的时候，同学大家都在问你工作的状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有那么让你难以启齿哦？那你告诉我啊，你教我要怎么说？照实说。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在我同学大家都以为你现在工作状况很好，在工作上现在很有成就，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这样子。像现在怎么样？可是你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原来你这样看我。我也不想啊。我年纪都不小了，不想要再一直这样等下去。我不想要这样子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下上去你就早点休息啊。海玲，你现在叫住我是什么意思？你能给我承诺吗？爸，还忙衰哦。因家都硬汉水落去哈，伊尾哦哈，上新闻哦，规日接毋过电话，都接毋摕啦。爸，你讲到个新闻哦，用的啊，那还做得吼。你汉敢讲啊？你迄信上呢？昆仑你天师中央的，福山去摇的，汉奸老细话搞本尔遐。哎呦，爸，你安就唔算实话啦，去条加上哦，伊赞同来做法啦。韩讲海白才有空城的法，听说无唔记得，天天在来呢。乱来！你用做对现家种抢下来啦。啊，娘妹哦，是烧烧到要死哦。你就讲唔有用的无？无用的吼。哎呦，爸，你真的先不用下来，娘某爱哦，迄董领同的人啊，唔要按过粗爽的啦。迄娘妹咧烧，爱怎无？爱滴，好啦，爸，唔是客的，你看啦，
把铁片马眼切好水的菜，就不能放酒。来，俺来陪你淋一笔嘛，啊？哇！玉碧，安怎？慢用哈。按着这样的方面，你听听得来。好。我要你丈夫。三线做一样的调查，然后你没接到电话，我会再打给你。对呀，干嘛还加两张啊？好，还加牛，好。哎，从二楼哦，慢点哦，慢下。哎，好，好手，买烟的啦。哎，拍摄，无老买到烟两张啊。哎，拍摄。老师在哪里？你就是他们老师啊？是。哎，从后来。他们做了好事。不好意思，那个。不用不好意思，不知道这是公开的场合啊。让学生这样跑来跑去，还有人在吊这个，很危险，你知不知道？哎。把你的学生管好，不要只顾着讲电话。你的学生都管不好，你当什么老师啊？哎，你等下，坐上来，我等我发哦。你这样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哎，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你自己刚才在车站，还不是被我爸训了一顿？那你知道什么是客家吗？流过山，流过天，流向爱，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十月爱的在一沙一沙，是祖先行步的印记。爱呀土地，来梦中的天堂。
日甲悲向天。